今日教大家催旺桃花。其實桃花人緣運唔單止係感情生活㗎噃。如果你嘅工作係需要接觸好多個人客戶，例如係保險業、物業中介、私人教練，催旺桃花運對你吸納新客、改善客戶關係咧都有好大幫助㗎。第一，我會建議你催旺流年嘅一白貪狼星以及九紫右弼星呢個組合。一白主桃花人緣，我哋喺屋企或者自己嘅睡房嘅中央範圍就放白色嘅水晶。九紫主姻緣喜慶，我哋就喺東南位放粉紅色嘅水晶。第二就係喺你嘅生肖本命桃花位佈局，我已經為你哋列出咗每一個生肖對應嘅桃花位，例如屬虎、屬馬、屬狗嘅朋友，你哋嘅本命桃花位就喺正東方。大家確認咗自己嘅生肖桃花位之後，就可以喺呢個位置放粉紅色嘅百合花。記住水要保持潔淨，花凋謝咗就要即刻更新㗎啦。有一點好重要嘅，千祈唔好用乾花假花，因為會容易招惹爛桃花㗎。另外，師傅當然可以幫你用奇門遁甲推算今年嘅桃花運，以至到邊一個月你嘅桃花運係最旺盛嘅噃。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，我哋下集再見。